大家好，咁今日呢條片咧就係開心建成 CS 嘅最新活動消息。咁喺度咧，首先同翻大家講一聲唔好意思先。咁因為小弟第一次搞呢個活動啦，其實安排上面咧十分之差嘅，可以話特別喺呢個時間改動方面啦，咁令到有啲玩家退賽嘅。咁我喺度首先會同翻佢哋講一聲唔好意思先嘅。咁為咗咧就有更加多玩家去玩啦，同埋都聽取咗玩家嘅意見。咁所以我哋咧而家個預賽咧會分咗2日嘅，咁啊27號同28號。咁啊，分別有各2間嘅店鋪，咁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嘅。咁27號咧就係 TCG Express 同埋呢個 Battleground 嘅。咁而28號咧就係 Card Universe 同埋呢個卡廚房。咁其實咧嗰個活動咧其實都係冇乜分別嘅，同我哋第一次發布嘅嗰個活動嘅時間都係差唔多嘅。就係10點開始報到，10點半咧就自覺報到啦，就開始 walk in。咁而10點9至到11點咧就會打第一輪嘅。咁咧打5至6輪啦，咁如果32人內咧就會打5輪嘅，咁而32人以上至到14人啦，咁我哋就會打6輪嘅，咁都係同樣每間鋪出 top 8，係啦。咁而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星期日嘅，星期日係28號啦，因為我哋嘅決賽咧都係會安排喺28號嘅卡廚房，咁啊時間係5點嘅。咁有呢個安排咧係想令到星期日打預賽嘅朋友咧都有個飯逼可以去休息下，同埋係咯，咁啊可以令到佢有更加好嘅狀態咧再去打呢個決賽嘅。咁咧最新消息就係咧，我咧就將會喺27同埋28號咧去加設一個抽獎嘅。咁啊，首先咧27同28號咧就會有各一套呢個普通5老星嘅 set 啦，咁就一共有6份嘅，係啦。咁就係2場預賽，第9名起至到最後1名都有得抽嘅。打過咧，我哋就會喺當晚喺網上去進行呢個抽獎嘅，因為我哋係有3敗淘汰制，咁大家可能未必會留到去最後嘅。同埋我哋會想將2個 pool 嘅人合埋一齊，唔係嘅話就會可能會有呢個抽獎會有啲唔平均啊咁樣嘅情況發生，咁可能就係有啲人抽呢3張，有人抽呢3張咁樣，係啦，咁我就唔想有呢個咁嘅情況發生啦，咁就所以將所有人都 group 埋一齊再抽嘅，係啦。咁呢個第一份抽獎啦。咁第2份咧就係我哋有個金主爸爸 sponsor 嘅 SP set 嘅，咁呢個我哋會擺喺星期6啦，係啦，因為星期6咧嘅報名係有啲嚴峻嘅，我可以講話有啲嚴峻嘅，咁就所以咧，我哋就會將個比較勁嘅 set 咧就擺喺星期6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啲去報名啦。嘅嚟啫。咁星期日咧，我哋最後都補多 set 嘅，我哋補個頭 set，咁啊有6個頭嘅，咁所以咧星期6咧就會有 total 12份獎，就係呢個 SP set 6張，再加5老星普通 set 6張，total有12份可以俾大家抽嘅，係啦。咁而星期日咧，同樣啦，都係5老星嘅普通 set 啦，再加埋呢個頭 set 嘅，都係 total 有12份，係啦，咁都係俾翻大家抽嘅。咁如果你話都好似聽唔明喎，咁唔緊要，我哋到時會有個最完善嘅版本咧喺翻 Facebook 專頁度公佈翻俾大家嘅。咁咧就其實報名咧就十分之簡單嘅，咁就只需要咧撳入個 Google Form 入邊，咁啊填寫翻個人資料啦、名同埋聯絡到嘅電話。之後咧就選擇翻預賽嘅日期27號或者28號，咁啊是否使用呢個2人同行嘅優惠啦？因為1個人咧就150蚊，2個人咧就280蚊嘅，咁可以同翻朋友可能夾翻，咁啊平少少嘅。咁啊如果使用2人同行嘅優惠咧，就可以咧撳個 next 嘅，咁咧就會可以填翻第2個人嘅個人資料啦，都係同樣係名同電話，同埋選擇翻個預賽日期啦。咁啊然之後最後一步就係上傳翻呢個付款證明嘅。咁如果你報名確認後咧，就會有專人去通知翻你。咁如果咧你仲有個疑問咧，係話如果我填咗 Google Form 之後，究竟會唔會冇得打啊？咁我會可以好肯定同你講咧，你只需要填到 Google Form 咧，就一定有得打㗎啦，係啦。打波咧就要快少少去報名啦，因為咧如果我哋人數有上限嘅，咁啊256人之後咧，我哋就會關閉呢個 Google Form 嘅。咁我喺度都重新呼籲翻啦，咁就報名截止日期咧就係9月25號嘅，咁而場地抽選咧就係20號公佈，咁我哋又會透過 WhatsApp 群組咧去通知翻分組嘅。有啲人都問我點解會搞呢個咁嘅活動啦，咁其實我自己喺度諗，我成日都睇點解日本有咁多大型嘅 C 賽，咁啊香港會冇嘅咧？咁啊所以咧我就趁住呢個 OP13嘅熱潮啦，同埋呢個 Wave 2嘅獎品公佈咧，咁其實都好豐富啦，有IC 沙波同埋有路飛，咁我哋就趁住呢個熱潮，咁啊去舉辦一個咁大型嘅活動，係啦，咁啊可能我哋第一次搞啦就有啲不足嘅，咁我嚟緊啦，或者可以話我嘅展望啦，係我如果有第2次啦，或者更加多次啦，可能會搞個 free on free 先啦，或者可能會將個獎品拉得再近啲，或者可能冇
咁大型嘅獎品就全部發散啲，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到個同樂日啊，或者做一個交流咁嘅形式啦，係啦。咁其實今次咧，我聽得最多嘅回饋啦，即係 feedback 啦，就會話係其實係好似攻緊個冠軍贏咁啊，或者可能係實在太過 hardcore 啊，或者可能係咯個競爭性太強啦，咁就可能有好多玩家可能係放工可能玩2場嘅，或者即係冇我呢啲可以話係職業牌手啊，可以話係有個毒癮嘅呢啲人咧，咁就去競技嘅，咁可能其實佢都係想可能 free play 下、課分下，咁就因為呢個活動嘅門檻啦，其實可能都比較高，係啦，咁就會令到佢哋有啲卻步嘅，咁啊可以，所以我希望下一次咧，我就可能會搞翻個可能價錢親民啲嘅，咁可能最多少獎係啦，咁就可能即係令到大家可以一齊嚟玩嘅咁樣啦，係啦，咁啊，因為我覺得香港係應該係有一個咁嘅活動嘅，但不過暫時小弟嘅人物啊、資金啊都比較不足，咁所以咧，我哋有第二個重點啊，就係咧，我咧就希望會有金主爸爸去 sponsor 我嘅可能呢個比賽啦，因為咧我咧有好多玩家啦，可以話係有可能有幾十人啦已經，但可能就未話到有啲好嘅一個保底啦，可以話入場獎啊之類啲。咁如果大家睇完呢條片覺得哇，其實呢件事好有意義喎，或者可能你都想去 sponsor 我嘅，咁不妨去 PM 我嘅 Facebook 專頁啦，係啦。咁即使呢個比賽你覺得唔好嘅，唔緊要，咁我哋會有下一次，仲有下一次，仲有下一次嘅。咁如果你有覺得想 sponsor 我嘅一個意願嘅話咧，其實都可以 PM 我，係啦。咁我都會可能去安排翻，係啦。咁唔單止係個人嘅，鋪頭都得嘅，其實鋪頭都得嘅，係可能 free 我場啊，可能同我一齊搞一個聯名嘅活動啊，咁樣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我覺得咁啊，睇下大家對於香港 One Piece 係啦，咁啊可能有啲咩期望啦，係啦，咁我自己覺得係好嘅，係啦，由我拍片到依家，咁其實呢個咁嘅大型比賽啦，又掛我名啦，我會想講係我自己好想做嘅事咯，係啊，咁即使大家都話呢個係蝕硬㗎，咁其實我都知蝕硬啦，係我咁我後台有一計數㗎嘛，咁搞個開心咯，係啊，希望大家到時玩得開心咯，係啊。即係我都知蝕錢啦，咁但係大家都有訴求，咁我就嘗試去拗啊，即係有抽獎啦，變咗係啦。咁啊，如果再拗得最多啲，咁就會有埋入場啦，係啦。咁啊，希望大家有興趣啦，有能力嘅朋友咧就可以去 sponsor 我啦。好，咁條片嚟到最後啦，咁啊多謝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咁咧，如果大家對呢個比賽有興趣嘅，或者可能對覺得呢件事好有意思嘅話咧，咁不妨咧喺下邊 Google Form 度去報翻名嘅，咁個 link 會喺下邊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諗法，覺得呢個活動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不妨留言啦。咁我同我團隊會用心傾定，咁啊令到呢件事會變得更加好嘅。咁啊，期望大家喺9月27或者28號嘅活動咧，就會見到大家，係啦。咁就喺度多謝翻咁多間嘅合作店鋪先啦，呢度係咪係？咁最後咧，最後一句，希望有金主爸爸 support 到你，多謝各位。